来看，伫屏东的潮州有一个退休的警察王志明，50几年来，伊收集无共族群各种的古早味，为着让更较侪人会当来欣赏，伊伫因兜打造做展示的空间，也有地馆的感觉，或者游客会当来遮免费参观。原住民的木雕作品、旧式的杂货、脚踏车等等，古早味的物件有百款，这拢是退休警察王志明的收藏。伊讲家己自细汉就兴趣集古物，经过9年长月累积，厝内就囥甲袂输是小型的博物馆，怎甲打造做展示空间，互游客会当免费参观。本身就是一种自己的兴趣啦，因为有一个场面出来是有在开放大家来参观嘛，就这样啊，上万以上的吧，还在持续在收啊，哎呀，因为这都是一种喜好嘛。这个展示古物的美学生活空间，就伫咧屏东潮州。王志明讲，伊收藏的艺术品有无共族群的元素，伊希望这个古物会当去引更较侪人来欣赏，所以嘛，甲这打造做茶馆，互人来欣赏时阵，阁会当啉茶开讲。也是多功能，因为茶艺就是一种茶艺的美学，我把它也是融入生活，就这样。还有一些同好过来喝茶。品茶，收了那么多，我有意识要留在潮州镇啊，就是有一个空间去收纳，我把它那个贡献出来。王志明表示，潮州我近客家庄甲原住民的故乡，是文化资源真丰富的所在。伊希望这个古物会当继续留伫咧潮州，提供展示、保存甲研究，然后传承予后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